桃园市政府卫生局日前接获民众的陈情哦，就是在桃园市某一家医师检验所，那针对于公司行号或是商家呢，进去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招揽业务，那特别是以卫生所的这个健康巡回检查的名义呢，以低价的方式呢，诱导民众来做抽血，那伺机呢，再以高价位的健康检查抽血的项目呢，使民众来同意做抽血哦。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这个市民特别要注意哦，医师检验所的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才能做职业，不可外出来做一个到府抽血的这个样的一个行为哦。那针对于这个医师检验所呢，本局也立即的做稽查，也发现了这个在今年度呢，这个医师检验所呢共裁处了3案。那这个3案都是以这样一个不正当的一个方式来招揽业务哦。那屡次受罚呢，这个医师检验所都没有在做一个维护市民健康的一个甚至法规上面的一个依循的规定哦。在我们认定上，这个情节非常的重大哦。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做出了一个重罚哦。那这个医师检验所呢，也违反了医师检验师法的相关规定，重罚12万，那停业3个月的处分哦，来维护我们桃园市市民的一个健康。卫生局在这边也要呼吁所有的医师相关从业的人员，还有机构的管理的人员哦，特别针对于这个医师相关法规哦，且不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民众的健康危害的一个方式。所以一定要恪遵我们的医师人员相关法规来执行业务。那民众呢也要特别的去注意哦，在医师检验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抽血或任何的健康检查，应该在适当的医疗院所或是医师检验所的里面才能做这样的抽血业务。如果有违反这个相关规定，民众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卫生局的这个电话来做洽询。